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8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年第21号风台空雷方向，搁再向西边去。这气象署也预告讲，这空雷有机会增强到中度风台上关坎，将有可能会登陆台湾。上近拜二下晡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那拜三早起呢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四、拜五影响台湾上阶段，全台湾拢会透风落雨。台东外海风影愈来愈强，海洋一阵一阵拍起来富江的爆发，往回着岛甲南苏的客船，拜一下晡开始停驶，因为客船至少要停3天，离岛的物资嘛透早就再出海。今麦开始涨了，因为连船休风台来休不了工。基本上我们跑2趟完就停了，12点半以后就跑完了。空瑞风台目前以1点钟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行，比前一天路线搁偏较西平，嘛靠我台湾。为拜三开始，各地风影会愈来愈明显。北北基甲花东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开始落大雨。目前预测风台中心可能在拜4暗至拜5早起登陆花东，这2天对台湾的影响是上大。台风在逐渐通过我们的时候，如果它是比较靠近在东半部的这个区域的话，首先会出现豪大雨的区域，就是刚刚提到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东半部以及北部的地区、北部的山区哦。中南部地区可能在台风通过之后，也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那照这个路线，气象署上近拜二下晡到暗时啊，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因来陆上警报的范围，也要看风台上新的路线。分析师指出，风台的路线持续偏较西边的关键，就是北边的太平洋高压比按算的还佫较强。所来太平洋高压的强度，也是影响路线的关键。不过，风台划进台湾的时阵，估计暴风半径已经在250公里左右，便若登陆范围就会涵盖全台湾。北方的西风槽、台风本身以及太平洋高压怎么去互动哦？这个势力相对来说是比夏天的台风复杂很多，这也导致说康瑞台风它的预测路径是一变再变。民间气象公司预测，风台未来无排除会搁向西边、向南边来行，预报的路线也有变化的空间，对台湾各地影响的程度嘛，因为路线也在改变，所以无法度真明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空瑞风台若登陆台湾。会是咱57年了后，阁有风台伫11月份登陆。外头看1967年的强烈风台吉达，迄当阵11月18，为花莲到成功之间来登陆。苏当时的记录显示，花莲的灾情真严重，而且有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家己中部一个礼拜时阵是连续8届地震，深更到早起呢又搁再摇2届啊。当地龙门社区这厝尾顶的墙围啊，就落落来，那中部村也规排透天厝厝壁开，太路落落来。中部有6间学校受损，这县政府受去统计，讲因全县有14间的中小学传出灾情，一寡财损金额也超过260万。楼尾顶的半墙啊，未堪的地动，一直还有2/3落落来。一楼涂骹拢是柴板，抑佮暗门涂，边的车也互柴板攻掉，到这当时无人经过。这种面料板吼，啊算做空壳啊，吼，昨暝个地动个了就平落来，吼，啊是足危险。这真正有较夸张一点嘛。啊，这真正吼，都毋是咱正常施工的方法。边个徛家也感觉地动真摇，因为厝内底铁门也倒去，一个学校也受灾。这是我们的专任教室区。拜一早是7点外，检查后来状况，最近教室天棚铁架落落来实验室，放物件所在水管破去，积水活动中心庙物件落落来，评估了后安全无问题。200多名学生是正常上课。官府统计，全关于地动受损的中小学总共14间，中部乡就占6间，初步估算，这财损的金额超过260万块。比如说，它部分班级的教室已经有铅钢架脱损、玻璃窗户震裂的情况，我们会适度的将该班的教室移到比较安全的教学环境当中。学校也请结构技师来好好检查，中部乡这排透天厝几若雨，厝内太路拢落去，并有浸水所在壁规抓，也有六角星结关餐厅玻璃拢破去。中正大学地环系团队也到当地来设置了监测仪器，要收集更加侪数据。学者初步研判，中部乡虽然有3处断层的系统交汇，也不过依照这2天地动的迹象分析，研判甲这几个断层的关联性无关。南边一点的话，有所谓的木屐寮断层；那在东边的部分呢是出口断层，它北边一点则是九琼坑断层。那只是因为以它的这个地震系列的分布走向，然后跟这周边的断层位置来看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他们是直接跟这些断层系统是有关联性的。学者判断，1941年中部强烈地震可能甲木基寮断层系统有关系。这几天地震分布大部分是东西向，甲木基寮断层系统的关联也无关。只是27暗时到28早起10点半之前，已有3摆地震，2摆动涌伫中部，有边将予地震又甲困袂去。根据统计，中部乡有6村落出现灾情，房屋受损21户，4人有公所安置。记者综合报道。台海情势紧张，空军加强战备训练。今日本地有5天的天龙操演，受到这气候影响，操演是延后1礼拜。不过这陆军呢是有展开着中台19号演习，由中部的装甲586旅交予这南部的机步333旅，考验着这官兵的应变能力。驻守伫花莲基地空军3大主力战机之一的 F-16V 陆续集结完毕，两只配一组来升空。新竹空军基地幻象2000早起后看到伫等台接到指令执行起降任务。空军2度重要演训天龙操演，原定2月开始，连续5天登场，包含 F-16V、幻象2000，经各号战机拢会参演。不过受到气候影响，操演临时暂停，顺延1礼拜到11月7日展开。天龙操演过去大部分是集中伫花莲的嘉山基地斗阵来测验，不过去年因应强机侵扰台湾威胁庆关，战机踮伫原基地受测。今年是比较办理，新竹2连队、台中3连队、花莲5连队会各自伫负责空袭，展开瓦军实践化测考。随时随地我们的战机都可能要升空应对这个共军的基建扰台。那地勤人员他的设备跟人员基本上应该都是扎根在各个的空军基地啊。你如果为了这件事大家都通通跑到东部去，这个也跟实战状况有点脱节啊。天龙操演有加有防空拦查，也有 AGTS 射击25部训练弹的导戏，外线飞弹射击竞赛，地面也有战力装挂甲宪兵部队轻兵器射击竞赛。另外，操演往年拢会选出空战王、战霸王、炸射王、飞行员参选王牌飞行员的公营，今年改以争取团队赢率为主。亚陆军展开5天登台19号演习，由中部增加560旅。也有南部机步333旅，2个联兵旅对抗，大批战车、军用卡车唔惊风雨，而且暗时机动部署，伫高雄公路上经过，可是团出车辆无正常。一辆 CM11战车执行夜间机动时，行经高雄市凤山地区，因发现车辆警示灯异常，随即停靠路边检查，由维保人员修复后，顺利完成机动任务。陆军表示，登台19号比较汉光40号演习，24小时无停，夜间训练。专家分析，经由2个联兵旅交手，模仿强军登陆，发生各种突发的状况，考验官兵应变甲处理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警船又搁在扰乱这金门水域。海巡署金马片分署今仔日监测到金门南明海域呢有4隻中國海警船接近到咱的限制水域，隨部署4隻巡防艇來應對驅離，捍衛海域安全，捍衛咱的主權。你已進入中華民國禁限制水域，嚴重破壞區域和平穩定，影響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請立即轉向此離，請立即轉向此離。海巡警員透過廣播要求這中國海警船離開咱的限制水域。海巡警員發現講，下晡3點左右，4隻中國海警船對金門的復興區德山新湖廖羅南平駛入到咱的限制水域。這海巡署也伫咧限制水域外界線頂頭吊4隻巡防艇1對1甲因對應，而且專程廣播警示。經過2點鐘的對徛，這中國海警船總算是駛離開咱的限制水域啊。咱台灣要申請加入下太平洋東坡全面進步協定，今年 CPTPP 執委會後個月會喺加拿大舉行。專家認為講，這加拿大和台灣的關係是真好，今年應該是有機會。咱國嘅代表也呼籲 CPTPP 嘅成員公平審查，唔通有政治可能，讓台灣嘅申請案會當順利通過。
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进入第4年，一直拢还未有明确进展。因为今年轮值主席国是加拿大，甲台湾较友好，外界将这一摆机会看作是咱国际会关键年。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指出，会透过各种管道争取加入，不过需要取得所有会员国的共识，不是咱会当决定。应该要考量符合高标准、遵循贸易承诺，要公平来做审查，不应该有政治考量，然后争取 CPE 成员早日做成有利对于我国的申请案。目前国际上申请加入 CPTPP 的国家，包括台湾、中国大陆、厄瓜多等7个国家。万一今年未当成功入会，明年后年的轮值主席国会遇到对中国大陆有影响力的澳洲、越南，到时阵台湾想要加入挑战会更较大。行政院经贸总谈判代表杨金年表示，若台湾无法度加入，恐惊会限制产业竞争力，长期伫国内生产贸易可能损失成长1.6%的机会。专家认为，若会当加入，会对台湾的传统产业有帮助。我们跟纽西兰、跟新加坡已经有贸易协定，如果你要加入 CPP 的话，视同你跟10国同时签个自由贸易协定。当然你会说台湾要降关税啊，台湾要降嘛，台湾也要降啊。那这别的国家也要对台湾降了，所以基本上是互惠的。我们主要还是因为两岸关系的影响啊，所以面临到一些变数存在。台面上、台面下啊，有可能要尽量多争取、多沟通，得到多助。有其他专家认为，未来台湾甲中国大陆拢可能进入 CPTPP， 到时阵安怎解决伫 CPTPP 架构之下的两岸经贸关系？台湾恐惊就要做出适度的改变。也不过现阶段也是爱争取 CPTPP 成员的认同，才会当提升入会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5半暝3点多，这高雄乌来分局一个二线二青洗完的警官呢，竟然正酒塞车，搁互警方抓落来。伊的长官分局长连带受到处罚，说是过3天后才对外来说明。机关就质疑讲呢，这是正拄好是这机会，伫咧接顺警察局的时间，居然才下令讲这件代志爱甲伊暗藏起来。两台警车倒这并报废，15人驶的车无法度搁行。这名穿白色衫、伫通知无啊，15人都是驾驶，亲像驶车的时车身摇摆，落车搁互闻到身躯有酒味，互警员要求酒测。看你身上有点酒味，我们酒测一下好不好？酒测台0.97严重超标，面对半早15人态度配合，煞已经达到警戒红线。原来伊是家己的人，目前任职伫乌来分局，为该2线2000的警务员，也捌担任过侦查队副队长。只是个人的 YouTube 上传的影片，算拢是伊甲朋友到城市场所饮酒耍的影像。其平时考核不佳，且行为严重影响警誉，将依据《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及《公务人员考绩法》规定。从重严厉。分局表示，15人以公共危险罪上班，也因平时考学无好，酒驾影响警局。依相关规定，一摆记2大过免职。不过代志发生了后第3日，为记1大过加重到免职，警方才对外说明。而且代志发生的时阵，拄好轮到高雄市警局爱到议会备询，也和平台这期是调岗封锁消息。25号凌晨发生的新闻，到今天连影像都没有。那这个闪躲的态度非常的明显。那当你对于这些酒驾违规违法的事情，社会用更大的压力去监督，我想这个大家可以去共同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市府澄清，市警局无针对个案下令封锁，也不过该警员酒驾行为警政人员无维护民众安全，颠倒做上歹的示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药商，伊卖医疗用的这上诉予中部医疗院所，今仔日予这离职的员工出面指控讲，因会甲这工业的上诉揽伫咧内面，甚至过期了后，甲这票头改掉，搁再摕出去卖。目前呢，这是安署和检方有抄到一寡证据，也当咧调查。医疗用的钢铁罐送到气体电厂场灌散素，不过灌入去的气体煞是工业散素。台中太平一间有药商资格的公司，互离职前员工指控涉嫌以工业散素代替医用散素卖予医疗院所，甲为过期的散素桶改标。客户那边再回来，不是变空瓶吗？然后他再把打工业的进去，也就是说第一次是合法的，第二次到99次可能是非法的，但是那个氧气会有效期。如果效期一到的话，它就是开始改标了。
陈信社表示，以一桶液体散素为例，医用散素正价成本是1350块左右，不过甘蔗散素是1005块，价差345块，佮卖出一桶会当达到2000块。甲公司合作的下游医疗院所有10外间，地点遍及中中到3县市。台中市食安处强调，今年8月接到检举，甲检调发动搜查，伫业者工厂查获气体分装工区自行列印标签，甲亲像南向甘蔗气体电厂的医用散素有29桶。经配合台中市料处到现场的搜索，发现有气体分装工具、封膜以及厂商自行列印的检查合格标签等物证。另外有混用工业气体的嫌疑，总计有29瓶，由台中市料处现场封存并责付保管。医用散素为2019年起到fon道里药品管理。台中营总表示，通常是重病也是胸坎疾病的患者会使用医用散素治疗。甘蔗散素互当作医疗散素使用，会有顺度不足的问题，佫可能掺着医用化碳甲环境有害气体，长期使用会危害健康。所以它有可能纯度不足，或者是里面掺杂有其他的气体，甚至是对人体有害的气体，比如说一氧化碳或者是甲烷之类的气体。长期使用就会有安全的疑虑。业者拒绝说明，检方强调，这间公司姓陈负责人涉嫌违反2项药事法，假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目前扩大侦办。食安处表示，已经要求业者回收45支散素桶，无经过核准擅自制造到涉及制造假药，相当会当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长期院选举了后，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无过半，这政局是有正大的变动。有学者表示讲，日本的政治不安定，出来告美国总统大选，这区域安全的部分就要特别注意。第50届日本众议院大选结束，总席次465席内面，自民党加公民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席数减少真多，只敢拿出215席，互人讲是历史性的大败。在野党加无党派是总共摕到250席，现任首相石破茂将会面临着逼宫的问题，也和日本政坛进入动荡的新时代。自民党如果寻找维新党或国民民主党的合作的话，都会影响到跟公民党之间的合作哈，因为这些政党的政策立场上面差距过大，可能日本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政治不稳定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日本内政越乱呢，对中国来讲越好。美日安保条约里面的修正或补充，对日本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强化他的联盟的这个稳固性跟机动性。现在因为石破茂自己的地位都不保了，最后你还要再谈接下来联盟，我觉得目前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学者分析，日本的政治状况不安定，再加上将要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都有可能影响区域安全局势。就要注意中国可能会趁机会有动作。不过，美国在台协会主任郭立言伫最近接受访问时阵讲，无论是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或者是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当选，美国的印太战略加对台政策，包括军事合作加经贸交流，拢未有相大的改变。对于印太这个地区，我觉得影响不大，特别是因为大家很担心中国，觉得一定要巩固我们的同盟关系，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合作能力。副总统怎么看古立言的专访，说愿意帮忙破除以美论？郭立言也讲到，甲顶一遍驻台期间比起来，台湾社会即卖怀疑美国的论调更加明显。伊强调会积极甲各界沟通。并且讲外界唔免担心台积电去美国投资会起来化，因为台湾的优势真多。因若对台军售的部分，郭立言讲会继续提供无对称作战武器，强化台湾的后备能力，达到两化军事平衡。记者综合报道。迄届国家乔治亚里拉举行国会大选，结果是瓦罗西亚的执政党乔治亚之邦摕到54趴选票来得胜。因为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就批评讲，这罗西亚是有介入伫咧背后变鬼变怪，好民众就爱上街头抗议。არ ვაღიარებ ამარჩევნებს, ამარჩევნების აღიარება არ შეიძლება, იმიტომ ეს არის იგივე რაც აღიარება რუსეთის აქ შემოსვლის。乔治亚总统佐比拉契维利离奇伫在野党联盟陪同之下，宣布唔承认国会大选结果。
批评这根本就是一场罗西亚特别行动，一种新形态的混合战争，呼吁民众伫礼拜暗同齐站出来，向全世界发声表达意志。即摆第三方看做是乔治亚未来政治部甲罗西亚革命，也是继续争取日后面的关键一战。亲西方的在野党大团结组成联盟，甲集中党对抗，计票时共款讲因胜利，官方将基本结果刷电倒饼，因讲袂安尼就放弃。Georgian people is we are going to Europe. We are Europeans. We will do everything. We are not going to give up. 执政党乔治亚之王今年初就把想要通过一项外国代理人法案引入罗西亚法律，引起国会争议甲街路抗争。即摆大选包括欧洲安全甲合作组织在内的3个独立观选团，通报一系列违规行为，包括造票、污洗、恐吓选民、攻击观察员、甲投票站附近的暴力行为等等，指出可能影响选举结果，呼吁乔治亚当局调查处理。We express deep concern about the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Georgia. 公司新闻协会中编译。英国北爱尔兰有一个查甫人，伊利用 AI 技术伫咧网络顶头诱拐未成年的少女，翕一寡赤身裸体影片，而且这款的影片相片呢，拢有甲伊牵起来，有几10万张。这受害者超过3500人，30个国家，甚至有害一个12岁的美国查某囡仔，含因的老爸因为安尼死来过往。这个查甫人呢，伫25也被判无期徒刑。现代人爱用社交软体甲人互动，分享内容或者是交朋友。不过，伫英国北爱尔兰有一个26岁嫌犯，主科系学生麦卡尼，利用 AI 的技术一直换身份，伫社群平台拐受害者，互因就是因当咧甲共缘的查某囡仔开讲，所来煽动受害者，传送闹行闹架的影像，或者是录像影片，所来嫌犯佮甲这内容透过网络甲其他的人分享，甚至摕来甲这未成年的受害者威胁。根据了解，受害者有甲3500个人，包括英国、美国、爱尔兰、甲澳洲等等30个国家。25麦卡尼去用判无期徒刑，而且伫2039年进前拢袂当申请假释。根据北爱尔兰8年发出着刑事法院审理的内容，上细汉的受害者敢若3岁，还有一个12岁受害者，伊伫2018年甲麦卡尼网络连线时阵，用因老爸枪结束家己的性命。这个查某囡仔因老爸伫这个事件了后，嘛因为伤过伤心，转行地路。北爱尔兰警方相信讲，实际上的受害者比目前所知影的还佫较侪。Courtney's actions have directly caused the death of a child. He may as well have pulled the trigger himself. It is right today he became the first in the UK to be sentenced for manslaughter when the victim resided in a foreign jurisdiction. 伫美国17岁海林凯曼，伫迪士尼的频道有家己的节目。不过，却是去有心人士，甲伊12岁传起的 IG 的相片，甲其他囡仔演员的面，用 AI 合成的技术放伫个肉片内底，互伊受到真大影响。因为这个犯罪人伫今年5月，去法院判14年以上的徒刑。This is not only affecting children in the public eye, but also normal kids simply existing. 美国非政府组织表示，去年收到3600万件儿童性剥削的案件内底，有4700例甲 AI 有关系。不过，应该还佫有较侪无法发现的儿童性剥削的案件。另外，美国司法部保证讲，会增加 AI 技术防滥用的困难度，包括 Google、OpenAI、Stability AI 等等科技的公司，嘛同意甲儿少保护组织合作，打击非法的传播。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北检侦办超市进口机能案件，今早起以被告身份约谈曾任含现任的农业部长，陈吉仲、陈俊贵，也个一中央畜产会前董事长林聪贤，甲因问话了后是甲因请回。检方也继续对查这采购过程敢有道理，或者是诈欺等罪嫌。不过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也就是超市负责人的查某囝吴如辉，伊长期拢住伫日本，检方希望伊回来到台湾说明，不过说是拢无回应。前农业部长陈吉仲应讯2点外钟，交出地检署，看落是笑笑啊，并无加做回应。因为现任的农业部长陈俊贵赶快去向传唤。部长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谢谢。陈俊贵先离开，有讲多谢，不过其他嘛是无加讲。北检侦办超市案，传唤前后任的农业部长以外，约谈的第3个人，也就是中央畜产会前董事长林聪贤。董事长，你们有觉得被超市诈骗吗？3个前现任的官员去互在野党告发，伫2022年甲2023年处理国内欠钱的问题，涉及道理等罪嫌，二被出庭应讯，检方家己做被告，
信后全部撤回。拍什么拍啦？好烦啊！给我澄清一下。超市进口卵的案件，检方伫1个月前，所在农业部等的所在，甲几个人带转去约谈。即届搁再有动作，持续理清采购的过程，敢是有涉及弊端。包括超市公司表示，伫开公司登记进前，都已经甲政府的标案包起来，甚至公司的资本额敢若50万，进口鸡卵的数量却是比其他的卵商加真济，占专案的60%。专案的疑点真济，也要等检方厘清。毋过关键人物之一，也就是超市负责人因查某囝吴如辉，伊正做迄当阵采购案甲官方直接的人，传出伊长久以来拢住伫日本。检方持续透过管道要甲伊联络，希望伊回国说明。毋过到达一直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金华城案件，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尹晓培用指控干涉金华城案件，互人羁押禁言。进前台北地检署声称冤押，今仔日在裁定冤押2个月，专案会当控告。尹晓培正做金华城案头一个互冤押的被告，台北地方法院认定资料证据显示，伊有长期住伫国外留伫遐的能力，多方原因由原是理由裁定冤押。另外，互指控乌洗维经集团性欠金，伫咧羁押期间，捌真侪届介护就医。委任律师声称旧保庭押互驳回了后，提出控告。法院今仔日裁定控告无理由驳回。也若新欠金羁押期也伫要到啊，敢会搁再延押咧？法院是伫明仔载会裁定。讲到现任的12位大法官，有7月伫咧月底就落任啊。今仔日搁再判决2件涉嫌案，其中因为这违选及政务税法的相关规定有疑虑，地属个案继承1500万的遗产，却着要纳5700万的遗产税。这宪法法庭今日判决部分违宪，要伫咧2年内受罚。无论是中营集团创办人张荣华，也是大数集团创办人王永庆，伫继承了后所留落遗产安怎分配，拢引起关心甲注意。上游民众因为遗产继承问题申请释宪，宪法法庭里被判决部分违宪。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5条第1项第1款规定，其使继承人继承权之经济价值严重减损者，于此范围内，并侵害人民受宪法第15条保障之财产权。争议法条就是遗产甲政务税法规定，被继承人死亡的前2年，政务的个人财产伫死了后也看做是遗产，并立遗产总额来扣税，而且无上限。因过国内一10波人在死前甲多数财产价值3亿股票经产互家后，伊死了后留落来剩的遗产，家后甲子女抛弃继承，无需要负担遗产税。因过翁婿甲其他10波人生的囡仔变做唯一的继承人，虽然得到1500多万的遗产，却是因为这项法规的规定，放扣的遗产税加政务合并计算，负担的遗产税有5700多万，变成这个税金比继承遗产加真多。用白话一点来讲，受赠的是别人，但是缴税的却是自己，极可能因细征规定的拟制而使他的税捐负担部分取决于不归属于自己的财产争议，这时候已经违反了量能课税的原则。原则上我们会参考他的建议，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针对配偶所拿到的这个财产所占他整个财产的比率，去算他这个税额，就是去算他应该要负担的税额。伫顶礼拜5，宪法法庭做出国会这款法案释宪宣判了后，过4天时间，佫判出一个拟制遗产扣税案，也佫医疗费用收取标准案，侪在释宪案件结果一直出啊。因为12个大法官有7个任期即要到期啊，这是因伫任期内最后的判决。也毋过即阵却是传出讲，礼拜2件释宪案被逼出，宣判日顶的相关的信息，早就伫网络顶面外流出来了。如果说我们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内部有违反评议秘密的情形，那我们会进行内部的行政调查跟处理。相关资讯敢若互流出去，有人早早伫社群平台就有过啊。宪法法庭回应讲会进行调查，依法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大学今仔日公布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这届指标内面以购买耐久性材料上介济。学者分析讲，受到这央行的房市管制，也有银行房贷限制影响，民众买厝的信心有变动。有专家认为，讲这明年头一季的房价开始落，中国落9%到12%，也若有卖厝落上济，才有可能会落到17%。新青安政策实施了后，带动房市较加热。
甚至产生有民众想要贷款却无得贷款，为着让房市降温压差房，中央银行推出信用管制措施，致使房市的交易量每个月的减少。有专家预估，为明年第一季开始，换厝市场的厝价平均达9%至12%，二手厝的厝价平均达14%至17%。松动的地区呢，大概从化区量大的地方，它商圈未成熟的地方，科技园区它不是核心地带，它是外溢的，比如说它竹南再外溢到其他的地区。房市趋势专家指出，未来房市的趋势会豆豆啊落，时间会延迟1年至1年半。不过，伫高科技进驻园区、高铁轨道经济特区等等的所在，是无啥会落。就算有专家认为厝价可能会修正，不过统计目前各银行房贷申办核准的时间也要排队。过去等待的时间差不多是1个月，即马平均要等1个月至3个月。年底交厝想要申办贷款，可能都要等到明年1月。有银行的高层表示，按算要到明年下半年，新贷市场才会恢复应过程度。对房贷核准的情形，中华银行回应讲，因为银行法第72条之2，比率挖境境界达，房贷办理的情形才有市场的状况机动调整。第一银行表示，会协助客户在1个月至3个月以内完成办贷。很多银行，它在房贷上面的这个资金已经所剩无几了。它光有意愿没有用，你没有办法争取到贷款，你还是没有能力去买房子啦。第7波信用管制加上房贷缩限，是大大影响消费的信心。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并无达成连续5届提升，意味耐久性债落幅度上大，显示中央银行这波压差房的力头，毋但是卖厝中人甲建商感受真大，民众买厝的信心嘛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两商工会宣布，这礼拜鸡卵挂价1斤起3块变34块，产地介绍对拜四开始起到24块半。消基会就批评讲，这农业部的鸡卵产销资讯显示，国内鸡卵最近是真侪，竟然阁要起价是真不合理的，也质疑讲这两价拢无监督机制。国内鸡卵介绍已经连续6个外月啊，准备起价啊。台北市两商工会宣布，礼拜开始，鸡卵批发价1斤起3块，也就是每台斤对31块起到34块。产地介绍，31月开始来底起，每台斤会对21块半起到24块半。因为之前跌价的关系，造成有些金融就是已经面临赔钱的状况，所以现在我们既然北部买气有稍微回升一点点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价钱再给它调涨回来。根据农业部鸡卵产销资讯显示，国产的鸡卵日产量已经连续2礼拜伫12万7千箱加12万6千箱，超过民众每天12万箱需求量。若以一箱200粒来计算，每天生产量拢有剩超过120万粒。对此，消基会就批评讲，鸡卵生产已经超过这个需求，也佮起价是真不合理，怀疑两价决定是欠缺这个监督机制。这种供过于求的现象呢，照理来讲，应该是调降鸡蛋的价格，而不是调涨鸡蛋的价格哦。那竟然呢，台北市这一个蛋商工会呢，竟然呢可以在一个会议的情况之下，决定要调涨3块钱的一个蛋价。蛋价是蛋商跟蛋农代表产销双方协调出来的结果，公平会也不建议我们介入。农业部讲，过去捌提供市场实况的资讯，予两商参考，将积极干涉介绍决定，所以讲尊重伊决定。因为台北市两商工会也强调，每一摆介绍调正路甲南部市价人充分讨论过，才决定这介绍。这两家对市价人来讲已经偏低了。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中医药司表示，这健保给付限制着这中药药价，影响着药品的高度。还有健保署的给付应该爱改做每一项药品拢有定价。着这中医师也建议讲，限药给付的制度若准备改革，应该爱先讨论，或者中医界有共识。自从新冠疫情过了，传统的中药材用量大幅度增加2成到3成，那成本增加也阁欠优化。但是健保给付中药一工只干37点，算起来差不多33块3。这互医生伫咧开药啊时阵白下白手，就惊讲药若伤贵无够成本，也惊讲药若开落去病人食了无效。不管西医或牙医，其实都有针对每一项材料都有它的计价的方式啊。这样子，医生在看病或民众在健保的一个使用上，不需要去考虑药材的成本。卫生部中医药司司长讲，健保介绍相关的进步限制药品的浓度，希望健保署自每工定价改做按照项目定价。
比如讲，胃肠炎的药啊成本较低，几乎会当调较低咧；当前的药啊就调较悬咧。个人他专业的一个陈述做法，在健保方面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很多的协商的过程。不过，中医师认为，这卖制度已经实施30几冬，若是要改，爱中医内部有共识。伫咧健保永续经营的考虑下，建议先对癌症一个急冻症开始做，改做按照项目定价，比较符合实际需求。如果对于急重症，我们可以着项的计算药价，就不会说因为医生考虑到药价而用比较这个效率比较不好的一个药物。中药药材介绍会对着气候变化做波动，亲像酸两组抑个5年这款较贵的中药材，介绍拢比30年前成长3倍。伫第一线的中医师，一个人先提部分的检测费来补贴药价，也正做现阶段中医师共同拄到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这个月，因为这个凯美3道2风台接下来影响到咱的台湾，这菜价也是称悬。最近又有这个空热风台特别高啊，叶仔类这菜色业者认为讲价钱会搁再升起哩。另外，这拜六礼拜5月天。顶歌手呢，本地伫个花莲要举办一公益演唱会，带动民众去遐观光旅游。不过，县政府却表示讲，确实有民众开始伫个退房间，原因就是惊讲这风台会来。工作人员当咧搭建主舞台演艺，数控3大地动省长花莲观光，由5月天发起的一路向东公益演唱会，这礼拜六伫玉里镇花莲市开场，免费入场，希望振兴地方经济。即马煞因为风台可能直接侵台，花莲县政府证实有陆续已经退订。有收到一些我们的旅宿业者告诉我说，其实有人在做退房的，遇到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这种台风，我们老实说，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大家还在观望这个台风状况以及交通状况。那目前全县平均订房大约60%左右，退订的不到5%哦。相信大家都还是希望演唱会可以如期举行。5月天所属公司伫并且打出，最后5日特别开唱风台赶紧退山顶前，期待活动如期举行。同款可能互风台影响，也有菜价。过去几个月，受凯美甲3道2风台连续影响，10月初，大台北菜市平均每公斤大白鸡突破60块，创历史新高。除了厂啊，因为复经期较长，每台斤大约也伫290块高点之外，多数拢回稳。也毋过随空热风台赶紧拖上节策，叶菜类恐惊先受影响，继续可能翻倍。大概会买豆类的，因为可以放比较久。对，叶菜类的，就是比较会少买一点。先准备吗？应该吧，应该。总该准备了吗？对，应该这些比较耐用的啦。有了拜日开始会有一波抢菜条，有民众已经先提前备货。农业部农粮署指出，进前雨风台省长的南部山地，多数全部复经继续回稳。农业部会密切监控空热风台动态，适时释出两种菜色，稳定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警察局最近清点，这全台南有289个路口飘线，定定互民众误解。嘛有这个车要正挖的飘线，为了上过底，互在地乡亲是看甲不飒飒，进前也不幸发生意外。着机关要求市政府爱赶紧来改善。交通局是回应讲，有伫咧规划要做全面性的检讨啊。上下班时间，车辆总是踏。照道安条例规定，若车要正越离路口30公尺进前，爱先拍方向灯兼切去外边的车道。不过，像这条伫台南永康中华路段，民众讲，若正越的标线上过外侧出现，甚至个抢在伫较外慢车道迄边的车道，表示特赛正越的标线，互因刹无涨。下坡的地方也蛮危险的，他那边禁止左转，但是也是在桥那个十字路口那边才有写，可能要预先有那种禁止左右转，或者是可以右转的标志，要先那个告知。一直在误导民众说，我就是应该在这个直慢车道直接切进去右转，这样会造成右转车跟直行车更多的冲突。那西门路段同款嘛有标示无清楚的问题。机车、脚踏车照理讲会当徛伫基慢车道顶面，不过明明是同一条路段，却连年出现基慢车道的标线，佮连年无去。那民团是建议这条路沿线卖画基慢车道才推动，卖当减少人甲车的冲突。是安尼设计吼，会互一寡人有错乱的感觉。一开始没有的话，
我们也查，但是中间出现了他们已经靠外路口之前还有小时，机关车道的设计在路口的时候它会变成虚线，但是这个虚线在标志标线的设置规则里面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在台南的路口其实它效率是非常差的。台南市警察局这阵提出，全市拢总289个定爱和民众误解的路口标志，有议员指出，交通局编制人工严重报告，地事件案件拢同真久，因建议市府通成立交通工程大队。交通局回应已经有设立专案，11月做通盘检讨，嘛建议要增加预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俗语讲，这白鹭食笨蛋，生共食西施。即马当时这西施油大出的时阵，中华花坛大概有种30公顷的西施油。农民表示讲，这中华花坛的八卦山土正适合种这西施油，这食起来是甜又个幼丝。所以因为今年雨水有较高，影响到收成，产量大概是减2成左右。农民孙果园树仔顶一粒一粒的西施油，拢已经到分咯。即阵当时西施油大出的时阵，中华县花坛乡是乡内西施油种植面积上大乡镇，大约有20-30公顷。但是今年西施油开花期拄着雨水，煞后佫有风台来扰乱，影响产量。今年大部分甲几类来讲的话，真侪农友拢有咧反映讲今年拢有减产，有当时是天气。尤其是今年雨水特别高，唔是干那风台出来雨水呢，都风台进前后的雨水，咱无法度去掌控的这个当中啊，所以会造成着讲咱一寡农民会失收。江苏农业科表示，花坛挖八卦山这卡岛的土质正适合种西施油，果肉甜个幼丝，是全国上早种西施油的乡镇之一。乡内大部分拢是30-40年以上的老庄，但是今年雨水高，加上天气热、吹小风，影响收成，产量大约减2成左右。减2成左右啊，因为咱西施油爱当生降了，伊爱天气转寒，伊的甜度才会出来。今年迄当是有小风烤过，伊的甜度就较无，有的人就无去年较甜安尼。因为咱花坛这边的地质啊，加这个气候，种西施油开品质拢袂歹，所以讲伫咧阮花坛这个盐田这内底遮种了真侪这个西施油，会使讲是讲全台湾有一个产销班。花坛公所表示，乡内西施油产销班一半以上农民拢有会啊，较无推广西施油的管道。乡公所逐年拢会伫省港前后举办西施油文化节活动，帮农民斗销，嘛希望互民众食到上着时的西施油。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马家乡，这有一位台湾的艺术潘雅丽，伊专门研究这月桃叶的保存，也利用这月桃叶设计真侪生活用品，咱做回来看卖。月桃叶甲切落来了后，厝的是叶仔甲基骨中央的迄段，拍打了后，才搁照粗的甲幼的去分，卷做一捆一捆。来自屏东的排湾族原住民潘雅丽，用真侪时间去研究安怎甲月桃叶变做好看跟耐用的生活用品。编这件事情没有花我很多的时间，反而是认识材料，去认识它，去熟悉它，然后什么样子的天气，什么样子的方式会让这个月桃会比较好编。这个我花蛮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月桃叶若拍有够假，做出来的产品会当用10档拢袂歹。潘雅丽认为，这款来自部落的技术应该爱互搁较侪人知影。为着推广排湾族生活美学，伊甲原住民的花草提调，改用布料，互传统的编织手工艺有新的风格。加一个搁一个的卡棒，全部拢是伊的设计。我告诉我自己，我不是要卖给原住民，我是要卖给就是其他的族群，因为我觉得其他族群它的市场比较多，比较量也比较多。我可能在这个材质的布料上面，我就会舍弃一些原住民的图腾。对潘雅丽来讲，月桃叶是原住民生活的代表，嘛是人甲大自然的连结。希望这款编织手路，唔但传达永续经营的理念，也互部落的文化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台语认证考试愈来愈受到重视。统计显示，18岁以下报名人数112年加111年来比增加2倍多，也超过13000人报名。这一年考2届认证考试，明年3月所当到28年假，就台语老师伫咧烦恼讲，安尼影响到考试意愿。 不管是伫学校上台语课，也是普通时啊做伙读台语囡仔册，这几年哪来哪侪囡仔愿意学习台语报名认证考试。根据认证中心统计，111年18岁以下的报名人数是6528个人，到112年人数来到13568个人。每年3月考试到11月15拢会使报名。不过最近有国校的台语老师是表示讲，考试日期经至28年假迄礼拜。 恐惊会影响家长带囡仔参加的意愿。家长从开学的时阵，伊就可能会开始去安排3天连假的即个假期的即个部分。啊，基本上囡仔对即种要考试，就是学校足大力甲伊鼓励得着。但是就算讲学校真认真伫杀即个台语认证的即个物件，但是家长可能有伊私人的即个。 行程的这个安排，所以无一定会同意讲囡仔去参加这个台语认证。台语老师也表示讲，亲像客语认证会特别让过3天的年假加重要的节日，规年当有10几个梯次会当竞选。若是学校报名人数有够，佫会当有教班测验的服务。希望其他本土语的认证会使比照办理，安尼佫较方便，也会当提悬认证的人数。 教育部嘛会来评估，若是有确定延期，我嘛会赶紧来公布伫即个认证的考试的网站，未来嘛会做伙来考虑即个年假的情形。 另外，教育部也表示，对110年开始，针对团体报名人数较侪的学校，若是学校愿意，设备也符合规定，教育部会安排学生直接伫学校考试。未来若是有增加梯次的需求，教育部会评估是毋是要来调整。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 家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 平遥金门马祖对21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